第五項質詢，楊岳橋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稱高鐵嘅建造工程喺2010年展開，並預料會喺2018年第3季通車。政府計劃喺高鐵西九龍總站即九龍總站，以一地兩檢安排為高鐵乘客進行邊境檢查。由於有關安排涉及複雜嘅法律同埋憲制事宜，政府多年嚟一直與內地相關部門進行商討。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喺上月10日表示，有關商討已經進入尾聲。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第一，政府現時是否仍然以喺高鐵於2018年通車時於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為目標？如是，政府會預留多少時間讓公眾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具體方案進行討論？根據現時的計劃，正喺高鐵通車時未能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嘅情況下，政府會採用乜嘢方式為高鐵乘客進行邊境檢查？二、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而進行嘅商討嘅新進展，包括雙方至今已經取得嘅共識嘅詳情，以及落實有關安排嘅時間表同埋路線圖。若未能提供該等資料，原因為何？及三、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所進行的商討，有否包括由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嘅條文進行解釋，以便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如包括涉及哪些條文？有否計劃以本地立法方式解決一地兩檢安排嘅相關法律問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廣深港高速鐵路係一條直接連接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嘅跨境高速鐵路，全長140公里，其中香港段係26公里。高鐵香港段簡稱高鐵，通車之後係會連接總長現在已經超過2萬公里嘅國家高鐵網絡，使到來往香港同內地各大城市嘅時間大大縮短，既有助加強香港與內地各方面嘅聯繫同埋民眾交流往來，並且係促進經貿、旅遊同埋專業服務嘅發展，帶來龐大嘅經濟與社會效益。因此，高鐵不單係對香港嘅對外交通運輸具有重大嘅策略意義同埋作用，亦都能夠提升香港嘅整體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樞紐嘅地位。政府及港鐵公司正在全速推進高鐵工程。有關進展，我哋每一個季度都係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係交代嘅。現時已經完成咗整體超過80%嘅工程。目前比較關鍵嘅工程合約係包括西九龍總站北嘅建造工程，以及西九龍總站及隧道內進行機電系統工程。預計將會喺今年第2季開始係分階段進行調試同埋試運行嘅工作。同時，我哋都為高鐵日後嘅營運做準備工作，目標係預期喺明年，即係2018年第3季通車。高鐵嘅最大特點係佢個高速度，而要喺兩個司法管轄區之間係充分體現高鐵嘅高速，就必須有最便捷利民嘅通關安排作為配套。因此喺2010年初高鐵項目立項嘅時候，政府係表示會以一地兩檢為目標，並積極研究如何喺西九龍總站實施。喺呢個安排底下，由香港乘坐高鐵前往內地嘅乘客，可以喺西九龍總站登車之前，係先後完成香港與內地嘅出入境等手續，並就可以係直接前往全國高鐵網絡完善嘅所有城市，不用再檢。另一方面，喺內地高鐵網絡任何一個城市登上前往香港嘅高鐵列車嘅乘客，係可以喺直達香港之後，先至喺西九龍總站辦理兩地出入境等手續。南北行嘅旅客都係可以喺西九龍總站同時辦理兩地出入境及清關等手續。登車之後無需再上落車進行邊檢，係最能夠充分體現高鐵方便省時嘅效益。呢個係香港高鐵嘅最大優勢所在。
兩個司法管轄區之間實行一地兩檢，喺其他地方總有先例，例如英法兩國同埋美加兩國之間嘅一啲安排。喺香港境內落實與內地之間嘅一地兩檢安排嘅最關鍵問題，係如何喺符合基本法同一國兩制嘅原則底下，容許內地檢查人員喺西九龍總站執行內地嘅出入境、清關及檢疫等相關法規。就此，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保安局同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直係同內地相關部委進行商討，雙方都係認同應該以在高鐵明年第3季通車嘅時候，喺西九龍總站落實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嘅一地兩檢安排為目標。由於當中係涉及好多複雜嘅憲制、法律同埋運作上嘅問題，所以幾年嚟雙方就相關問題嘅處理係作出咗反覆嘅商討同埋深入嘅研究。我哋明白目前時間係迫切嘅，所以當雙方就高鐵嘅上述安排達成共識之後，我哋會盡快向立法會同埋社會大眾係匯報，讓社會各界有機會表達意見，並且讓我哋係回應有關嘅疑問，然後係按着高鐵通車嘅目標時間推展相關嘅本地立法工作，希望屆時係得到立法會嘅支持。正如我剛才所講，一地兩檢對體現高鐵嘅最大效益至為關鍵，因此特區政府嘅首要而明確嘅目標就係爭取喺高鐵通車嘅時候實施一地兩檢。主席，雖然一地兩檢係一個複雜嘅議題，但係並非係沒有先例可循嘅。無論遠至外國或者係近於深圳灣嘅管制站，都有實行一地兩檢嘅經驗。所以我哋有信心透過參考呢啲例子，以及內地相關部委嘅積極研究商討，能夠喺符合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嘅原則底下，於西九龍總站落實一地兩檢。政府了解香港社會上對一地兩檢安排嘅關注，尤其高鐵香港段係一項對香港未來嘅重要投資，所以日後喺公佈一地兩檢方案之後，係必定有充分機會聽取社會各界嘅意見，期望喺開放及理性討論基礎上，係早日喺高鐵通車前敲定一地兩檢安排，讓佢發揮最大嘅效益，惠澤廣大嘅市民。多謝主席。楊岳橋議員。呢個主體回覆嗰度咧，花咗好大量嘅篇幅咧，係講解高鐵，咁但係似乎咧就未有觸及到咧我質詢嘅核心問題，包括咧就係如果喺通車嘅時候一地兩檢未能夠落實，局方又有何準備，同埋局方咧係會唔會係承諾咧係即係或者有任何安排咧係就釋法方面會唔會咧係報請全國人大係解釋基本法以落實咧，或者以解決佢哋一地兩檢方面嘅諗法，主席。局長。主席，楊議員嘅問題咧，佢提到問政府有冇一啲臨時安排等等咧，呢啲都係喺目前嚟講係假設性嘅問題，因為咧，好似我主體答案所講咧，目前香港特區政府方面同埋內地嘅相關部委咧，大家都係以喺明年第3季港鐵個工程完工有條件通車嘅時候，希望通車嘅時候咧就係落實合乎呢個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原則嘅一地兩檢安排。當然安排嘅細節咧，喺今日我哋係未有條件同大家講嘅，因為我仲係同內地嘅相關部委傾緊。我哋一旦有呢個確定咗嘅方案咧，係一定會盡快向社會、向立法會公佈，亦都有時間係俾社會上去表達意見。我剛才都提到啦，將來係會有本地立法嘅。咁所以喺社會方面咧，係將來有機會好清楚知道政府提出嚟嗰個安排嗰個內容係點樣啦，佢所建基嘅個法律基礎係點樣，同埋喺我哋整個思考商討過程裏邊曾經考慮過嘅問題。